噼里啪啦，匆匆迢迢又来了，也拜迎来到好山好水的花莲宴。天也是被节目当中安排的众多精彩内容哦。一层等一下嘅幼儿园小朋友，看定佢阿豆素娘样样嘅样嘅，係唔係當等一下噶？還有客家結實靚哦，上海啲叫老酒為客家發言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呢？故事嘅內容豐富又神奇，絕對唔好變過哦。第一組愛上台表演呢，係幼稚園嘅小朋友，佢阿哋會帶來團團圓圓嘅舞台表演。接下來，我就叫我嚟欣賞小朋友帶來嘅演出了。第二組嘅小朋友愛帶來輕柔快樂嘅舞台表演，一下就聽聽音樂，讓小朋友來同下了。放
复习。9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啉酒，喝酒，喝酒，酒跟酒不一样哦，哈，好来，9。大家好，我是梧州佩华，我今年10岁。我今天要表演的是九十九根。其实呢，九十九根呢，要搞声音呢，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到啦，安尼啉酒的酒，你爱吟动唱。古时呢，都个教学嘅上司呢，我用了阿九哥了张人物，佢呢讲了张人同好啉酒。因为呢，咱啉酒啉下去呢，人讲有的艺术都愈顺风，也系人讲诶，唔伫好征服的吼。我用较神奇的故事来呈现，故说呈现个歌上，虽然谈到有神奇，也讲一支支搞记得嘅上司，记得就因为讲，先生阿妈甲很多啱啱哒哒，其实啱啱哒哒都安尼客家话，特别就会啉酒醉啊，无清楚就系啊哈。人讲诶，有上司都个搞了九十九个熬适量，还会搞记得人讲身体啉酒醉人要用板摆，要用板行，有的人呢。人讲啊，油门呢唔行啊吼，也系讲冲壁的拢有。古时候都喺课上伫要搞记得个上，声音要本身上了，人讲啊，身体的表情啊，也系讲面型的表情啊，被写到了。啊，最重要动到了声音，免安尼客家人。古时候都喺大竹板，讲了熬适量，99讲了只文章地本呢，其实。中央声音要拄到动到的问题，其实就像了阿九哥好啉酒，拿等99讲去打酒。对了吼，要出现呢动到了太人哦吼，去学了99讲了篇文章，伫要动到了声音要比太人还那厉害。因为记得因为讲用故事的方式去搞声音呢，了认识了99讲伫要内容，然后了太人佢拿到文章，佢印象讲客家话无问题。啊，上爱直接来表现了99个，不过正式这个进行也足办本期嘅上司呢，电脑嘅声音大多动顺，念到动顺，啊太人呢讲了人讲嘅声嘛就做唔过来哈，电脑要人讲我有了懂神奇嘅方面看到，其实声音呢对了学习熬适量地方呢，呈现呢最重要迄本声音地讲，其实客家话佢做得懂神奇。唔是讲人讲死硬硬的，都个配安尼的客家文章，其实用了熬适量的方式呈现本声音的客家那种意象啊。最重要的本声音地讲，其实客家话好教，正经懂好教。我学客家绕口令遇到很大的问题，就是酒跟酒，我会分不清楚，念的时候会很难搞得清楚要念哪一个字。战斗机救风救好救了不哈希，水里救你救死又救魂。这2句话我学了很久，不信你自己念看看。了99讲哦哈，免辛苦声音的，辛苦小孩哈。因为讲办呢，其实大竹班熬适量东江声音的，你讲无表情。还有了大竹班呢，记竹班的扑个上，有还要记得的表情。有上次的，还记得扑起个上次的，停顿。啊，不过呢，记得停顿，竹班就唔记得。记得竹班呢，左右唔记得了哈。不过呢，了99讲迄呈现本身人呢，係啉酒最紧要，啊就搞记得最简单的就88字步。用80步，啊，不过身体要软，较软的话，按软太按去行。古时声也对了学习了客家啊，用了快乐的心情，然后教的方式来搞起的大竹班，然后客家熬适量。上爱表演客家嘅适量是冇按改嘅啦。发音的方式，记出点动叫的呢。接下来啊，演出嘅堂啊，小朋友带来嘅神奇嘅适量。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绍99根。阿九哥好啉酒，好啉酒啊，好啉酒。拿等99根去打酒，去打酒啊，去打酒。9根打酒叫分年，叫分年嘛叫分年，叫分年加99根有9炸，有9炸啊有9炸。阿九哥啉9根，9根酒啉无酒，嘟嘟酒水有9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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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哒哒转倒去，救风救雨救了无下去。水里救你救死又救魂，水里救你救死又救魂，暗自说张来了。